既若信耶稣做基督的，这是对上帝生的；搁既若疼死伊的，也疼对伊所生的。咱若疼上帝，搁受伊的命令，就咱对安尼知，咱疼上帝行离，因为咱受上帝的命令，这就是疼上帝。搁伊的命令毋是重大，因为既若对上帝生的较也世间，也迄个所以捌较也世间的，就是咱的信。较也世间的是治罪仔，兼毋是信耶稣做上帝囝的吗？即个耶稣基督是对水对血来的，若治水是治水也治血。且但牧师讲道，题目是信心互阮压过世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疼是甚物？无共款的性别，无共款的年龄，无共款的经验，无共款背景的人，讲出来的疼拢无共。亲像这首诗歌，这首歌 John Denver 所唱的《Perhaps Love》的歌词。疼是一个休困的所在，疼是咱的避难所。疼亲像咱孤单的时，互咱的温暖；疼，互咱敢若亲像一个好的回忆；疼，亲像是一个窗仔门；疼，亲像是一个门，邀请咱搁较近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c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呀，竟然有遐尼侪定义。既然有遐尼侪定义，要安怎去付出疼，就出在你对疼是甚物款的看法。亲像咱顶一辈的父母，因为咱生活经济压力，对囡仔的疼就用较直接的方法来表达。譬如讲，囡仔今仔日无照你的意思摕互散出门，男甲即个湿淋淋的吼，伊规身躯安尼澹鼓鼓转来，你感觉非常的毋甘，但是伫你的喙你就会讲出啥？叫你带雨伞，你就无要带，你应该啦。明明是一种关心。但是咱讲出来是啥？造成误解，造成伤害。莫怪美国有一个作家，伊叫做布赫纳，又讲：你所疼的人有两面，因疼你的一面，以及另外一面。虽然因毋是故意的，但是因较会亲像狂风共款伫甲你插。所以咱搁安怎去疼别人，搁安怎尽力去付出疼？有时对方的感受就甲咱的动机有差别，为虾米安尼？因为咱人的疼无完全，有时咱是自我中心的疼，有时咱是求家己利益的疼，并且咱嘛知影，无论咱学偌久，咱学偌好，一旦私心出现，所有的理论拢走了了。所以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学习疼这项物件，除非你决意讲你要秘伫处理。无甲人有任何的计较，但是你可能嘛会甲我有共款的感受，就是基督徒对伫疼，敢若毋是遐尔生分，咱的内面敢若已经有一个建立好势疼的系统。
这是咱特别厉害吗？也是咱较高尚，会当去听迄个甲咱无完全无关系的人咧？拢毋是。咱会当较敏感去接受疼，也是付出疼，是因为咱有上帝的疼。当咱接受耶稣的疼，上帝的疼就伫咱的内面。当咱有上帝的疼，咱才真正会晓去疼家己，也是去疼别人。亲像今仔日的约翰一书，就是一卷疼的批信，内面有真侪关系疼的经文。亲像细囝啊，咱的衫疼毋通用话用指，是着用行用诚实。咱有疼，因为伊大心疼咱。但是作者所强调的疼，毋是个人主观的感受，嘛毋是一种温馨的感觉，嘛毋是一大堆的粉红泡泡。这个疼的源头是上帝。当咱承认接受耶稣的救恩，并且通过圣神的印证，咱就会当得到安尼疼。亲像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有讲，上帝找伊独生的囝入世间，互咱对伊来活。上帝的疼对即个显明伫咱，毋是咱捌疼上帝，是伊捌疼咱。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祭，疼就是在伫即个的。上帝的疼甲世间的疼是无共款的。世间的疼是有利益的，是会因为一寡条件的改变就产生变化的。但是上帝的疼甲上帝的性质，咱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的疼甲上帝的性质是共款的，是永远袂改变的。毋过咱遮有罪、佮有限的人，是要安怎有资格会当甲上帝永远不变的疼产生关联的？因为连咱嘛无可能摕一个垃圾的器具去缀物件，因为恐惊即个所缀的物件嘛因为安尼拍垃圾去。但是上帝竟然愿意将伊的疼放伫咱的内面，这实在是超越咱的想象。上帝安尼做，毋是伊无法度疼人，才将伊的疼分互咱，叫咱去替伊去疼别人。亲像咱拢知影一句话，咱拢真定定听到，就是讲上帝无法度照顾每一个人，所以互咱每一个人有老母会当来照顾咱。这句话是指感谢妈妈的伟大，但是对上帝较毋是正确的描写。上帝当然有能力会当照顾咱每一个人，会当疼咱每一个人。咱来回想伫旧约，以利亚先知，一个真厉害的先知，但是因为耶洗别风俗的对待，所以伊伫遐埋怨，伊艰苦到伊迄个负面的想法拢出现啊。但是上帝对伊来显明，上帝讲：以利亚，你行出你的膀胱，去感受着上帝的同在。咱嘛知伫新约，耶稣肉身的迄个老爸约瑟，伊伫遐丢拄讲：啊，我敢要去带迄个有身的玛利亚过门的时，上帝差派天使指示伊头前的路，除去伊的惊吓甲伊的不安。对遮个人来讲，上帝听毋是一种感受，嘛毋是一种情绪，上帝听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安尼听嘛要发生伫咱即个时代，嘛要发生伫咱每一个人的性命生活内面。当咱有安尼体会，上帝就差遣咱，将即个甲世界无共款的疼带出去，甲其他的人分享。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咱分享上帝的疼，应该是非常自然流露的一个代志。但是咱若将伊当作是一条命令来遵守，就会有互束缚的感觉。忘掉疼是一个命令。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伊讲：耶稣啊，律法中间什么诫命是上大的？耶稣安怎回答伊？耶稣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上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嘛，相亲像是讲，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所以疼确实是一条命令，但是疼毋是一条死的命令。
因为即个疼是耶稣大身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才显出来的疼。所以疼搁较是性命，原本是耶稣的性命，但是当遐经历着耶稣国外学生，亲像彼得，亲像多马，当因的性命接触着耶稣的性命，疼就无过是一个命令，疼换做是因性命的故事。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一节是讲，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拢是上帝的囝儿，疼父母嘛会疼所生的囝儿。约翰的意思是讲，咱若疼上帝，嘛一定会去疼其他的兄弟姊妹，因为咱的爱屋及乌。毋过，你若是将即个看做是一个命令，上帝命令我爱去疼迄个兄弟。表面上，咱会去甲伊拍招呼，会甲伊讲话，但是咱的内心较毋是遐尔甘愿做。若是安尼，即个疼不过是表面，伊袂成做性命，伊嘛袂成做故事。但是咱若真正将疼看做是咱生命的流露，因为主疼我，所以我嘛愿意用安尼的疼，用我的性命去疼人，疼就袂过是一个束缚。伫教会传统内面，约翰一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学生约翰，伊嘛是约翰福音，嘛是启示录的作者。伫遮咱看见约翰确实将耶稣的话记牢伫伊的内心，因为伊接续的教导是讲，咱若疼上帝，佮遵守伊的诫命，安尼就知咱有在疼上帝的囝儿。即个就是出自耶稣的吩咐。记载伫约翰福音的所在，恁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所以咱看见约翰确实将耶稣的命令记牢伫伊的内心，并且伫伊所写的批信，伊将疼上帝甲彼此相疼看做是一个有关系的物件。因为对人来讲，疼上帝是无法度量出来的，但是彼此相疼是咱看会出，是咱感受会到的。第三节。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疼上帝，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约翰搁一摆强调，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疼上帝的表现。咱若真正疼上帝，咱会愿意去做互上帝欢喜的代志。亲像咱咧疼一个人，毋管是毋是偌困难，咱拢愿意去做会互伊欢喜的代志。兄弟姊妹，伫遮讲，若将疼看做是性命，就袂感觉是歹遵守啊！伫4月初3的新闻，我毋知影咱有看见安尼的画面无？当迄天早起地动一发生的时，有一个义工，伊将伊的身躯搭卧伫迄个倒伫眠床无法度行动的阿嬷的顶面，保护即个阿嬷。即个画面，互伫因兜的摄影机来摄影起来。当时阵，伫一个病院的育婴室。当地动一发生，这护理人员马上将这红眼车拢总塞挖过来，然后用因的身躯保护这弱小的性命。这画面嘛，互育婴室的摄影机来翕起来。地动是一个互人真惊吓，虽然有性命的安尼情形，无人规定这个人应该去保护别人的安全，但是因安尼做啊。虽然我毋知影这个人是毋是基督徒，但是伫因的行动顶面，我看见生命的流露，我嘛看见上帝的疼。但是安尼的疼实在是真困难，去疼甲咱无关系的人。所以约翰接续讲，因为上帝的囝儿拢会较赢世界，互咱较赢世界就是咱的信。较赢世间的是甚物人？兼毋是信耶稣是上帝囝的人吗？约翰甲咱讲，咱要赢过即个世间，迄种有条件会改变的疼，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用安尼的信心来行出疼的行动。每一摆讲到信心，就爱提醒，即个信心毋是对咱家己的自信，因为咱非常清楚咱家己是甚物款的人。这个信心嘛，毋是靠潜能开发、自我实现的课程会当来换来的。因为咱人的手所起造的信心，有可能10000年的时间就规个无去。
约翰伫遮强调，超越世间的疼的信心，是爱起造伫信耶稣是上帝的囝这个基础的顶面。因为耶稣的死，较赢死亡的关系，所以这个气力也要成做咱疼的行动的基础，要帮助咱伫特别疼袂落去的时，会当继续来坚持落去。为什么咱会当倚靠耶稣，成做咱疼的气力甲来源？为什么讲耶稣是唯一的方法？约翰伫第6节到12节有做一个解说。第6节到12节主要是伫见证耶稣来做中心，但是咱来看第6节就好。第6节讲，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通过水甲火来的，毋是只有通过水，是通过水甲火。信心做见证，因为信心是真理。这段话提到教会上重要的礼仪，就是洗礼的背景。约翰大先讲到水甲火，咱知影对行洗礼，约翰伫约旦河的洗礼，一直到咱现代教会的洗礼，一直是用水来成做清气的记号。搁来是火，火毋若是旧约利未记所讲的，即个火的内面有生命，所以祭司献上这个动物来做祭，这个动物所流的火来代替人犯罪所流的火。并且伫遮佫较大的意思是讲，即个火是耶稣伫十字架顶流出迄个赎回咱的迄个宝血。但是约翰伫遮特别强调水甲火，毋若是伫讲洗礼，毋若是伫讲耶稣的救赎。伫遮约翰特别讲起水甲火，是要用来抵挡当时的异端。当时的异端否认耶稣道成肉体来救赎的事实。所以约翰搁一摆使用伊伫约翰福音19章所写的耶稣奉定的时所发生一件代志来做见证。耶稣奉定的时，耶稣死去的时，有一个兵用枪来插伊的血液，水甲火两边流出来。人若活地的时，咱若互插着流出来是火，但是当人死啊，所流出来就是水甲火，所以约翰用水甲火来见证耶稣当时是死亡的，耶稣的死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但是约翰佫加上这个信心，信心做见证，因为信心是真理。伫使徒行传，咱会当看见信心的工课是对耶稣上天了后才开始的。信心主要工课是伫见证耶稣。所以耶稣捌讲，若是保惠师就是信心，爸伫我的名所要找的，伊要将一切事教示恁，佮互恁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世间无人敢讲家己是真理，但是当咱读圣经，当咱参加敬拜，当咱参加团契小组，通过信心的帮助甲临在，咱会哪来哪确定，耶稣毋是一个历史人物尔。耶稣确实是咱唯一的拯救，甲咱的帮助。所以第8节，约翰有做一个结论讲，因为做干净的有3个：神、水、甲火，也这3个干净的拢归伫一。当信徒相信并且领受耶稣的救恩，伫信心帮助了后，咱行出来听，就会当伫即个世界做见证。亲像初代教会遮的信徒，因毋是用武器。嘛，毋是用暴力，因实践耶稣彼此相疼的教示，就互当时的罗马人非常的误影。因为这基督徒互罗马人迫害到要死，但是这基督徒竟然去捡这罗马人无爱伫等伫路边的查某婴仔转来厝里饲。这基督徒竟然会当奉献家己的物件去甲其他无的人来分享。所以，这基督徒所行出来，互罗马人感觉非常非常奇怪。基督徒会听改变当时的世界，所以咱嘛会当倚靠耶稣来开始听的行动，互世界看出咱的无共款。今仔日的周报一开始，我有写咱教会青年牧义的故事，就是一个值得咱学习的一个行动。牧义原本是一个空服员。
但是第一摆，伊伫飞行机顶面来接待对雅加达来台湾工作的移工了后，伊开始有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待即群外来的朋友。后来因为伊阿嬷需要照顾，所以伫中介安排下面，即位第一摆来到台湾的安妮，就安尼来到民宿集事的厝里。母姨嘛开始甲即个减伊3岁的安妮有搁较侪时间会斗阵，认捌彼此的文化、彼此的宗教。母姨将安妮当作妹妹伫看待，民宿集事嘛伫每工食饭煞，开始甲安妮中文，所以规家会当讲亲像是亲人一般伫互动。3年了后，即个安妮要转去印尼结婚。所以民宿即事嘛，敢若伫替查某囝办嫁妆共款，伫替伊款行李。但是即段关系嘛，无因为安妮转去就结束。无偌久了后，即个母姨就安排一撮甲妈妈做伙去到印尼找安妮的旅行。因所行的路线，毋是一般观光客所行的路线，因为安妮的厝是伫日惹。伫一个毋是即个印尼雅加达大城市的所在，是伫日惹，所以因对雅加达爱换即个国内飞行机，然后爱坐几啊点钟迄种行伫真歹的状况的路的顶面的车，行6点钟的安尼路，直到迄个安妮的厝。到伫安妮的厝的时，已经是暗时，逐人拢咧困的时间，但是无想到因一开门。既然安妮因全家替因办一个欢迎会，这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代志，因为有贵客来到因家来做人客。这对庄里的人来讲，搁较是大新闻，因为将来毋捌有台湾的头家会伫工作这个契约结束了后，搁来找因的。这经过母姨拢写伫伊的这本册《我在飞机上学会的事》。我的口才无伊的文笔遐尔好，所以咱看册会有较有感动。但是，互我上感动的就是即张相片。一位是穆斯林，一位是基督徒。伫真侪所在，伫世界真侪所在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因为咱的姊妹实践听的道理，这2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对彼此的关心超越宗教，超越种族。前几工仔母姨嘛甲我讲，伫咱台湾发生大地震的时，安妮嘛马上传简讯来关心。我想，伊若无伫即个家庭感受到安尼疼，伊哪有可能做出安尼的代志？今仔日是咱教会的社青的主日，所以借用即个青年母姨的故事来提醒咱遮个较有年岁的人。因为有当时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哎呀，少年人无经验，无照步数来行。但是咱嘛爱知，耶稣嘛是活到社青的年岁，33岁就死，伊无活到年老呢。所以少年人若有伊的好，值得咱学习的模样，咱嘛谦卑来学习。因为疼无分年龄，只要咱愿意互上帝的疼进入咱的性命。只要咱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只要咱愿意互信心来教导咱什么是真理，咱就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自然流出疼的行动。但是，搁一摆提醒，靠家己是无法度的，咱需要耶稣。就亲像受即个李文斯顿，李文斯顿是人称伊做非洲之父，伊去到非洲伫遐传福音。受李文斯顿影响真深的一个宣教师叫克劳福，伊无论去到倒位，伊会落地啊，拢有第一本圣经。伫过身的迄天，人伫迄本破破搁旧旧的圣经的内面看到安尼字句，我个人无愧力，我个人毫无能为力。海涛滔天，暗雾重重。天空漆黑，但我知道我们俩终必获胜。耶稣与我，我曾又弱又怯，现在既勇又壮。他从来不后退，
我们俩终必获胜。耶稣与我，盼望咱嘛会当倚靠耶稣，过一个得胜有气力的生活。咱做伙来祈祷。听堂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这段听的经文，搁一摆来提醒教导阮，自阮的听毋是靠阮家己，因为阮的听无迄个才调，阮无迄个气力。主恳求你引带保守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谦卑阮家己，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真理，领受对圣神来的帮助。主耶稣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引带阮，看顾阮，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实践听的教示，互阮会当活出无共款的生活甲生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